大家好，我係阿麥。而家食肆成日都會推出一啲新嘅優惠，而酒樓嘅晚市菜式呢，亦都好多時候呢有唔同嘅優惠出現啊。今日我哋介紹一個幾抵嘅晚市優惠，10蚊就可以食到蒜蓉海邊蒸蝦，又或者係片皮鴨，真係只需要10蚊咋，係十分之抵啊！但係佢嘅質素係點，而且仲有冇其他嘅優惠選擇呢？帶大家去睇下先。大家睇緊嘅係阿米日常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訂閱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大家留意，我哋已經開咗 Facebook，入邊有最新嘅資訊，記得 follow 我哋 Facebook，仲有 Instagram 啊。如果係搭港鐵嘅話，就喺牛頭角站 A 嘅出口，佢係近牛頭角站嗰邊多啲。出到嚟，沿住左手邊直行，去到呢個位，我哋轉上去。行多幾步，我哋要過對面嘅馬路，之後上斜路呢條街，轉左手邊直行，就會到我哋今日要介紹嘅明星海鮮酒家。但留意返，我哋去觀塘呢間分店呢係要上樓梯㗎，所以行動唔方便或者老友記真係要留意一下。環境都影俾大家睇下。都係一貫嘅酒樓格局，唔算話好奢華嘅裝修，又未至於好殘舊啊！同大家睇下有啲咩食先。首先一個主要嘅優惠啊，係10蚊2揀1嘅，有蒜蓉海邊蒸蝦，又或者係片皮鴨。而2至5位呢，可以揀半隻嘅片皮鴨，6位以上就可以揀1隻。價錢方面，我講多一次啊，每款呢只係10蚊㗎咋，你冇聽錯，真係10蚊一款啊！但如果揀1隻嘅片皮鴨呢，就會係20蚊嘅價錢。如果你係6位以上，可以享用2份嘅優惠菜式添。另外一個優惠，只要喺呢個範圍入邊點選小菜，就可以以10蚊叫一支大支裝嘅嘉士伯啤酒。而小菜有頭先見過嘅片皮鴨。呢度叫呢要138蚊一隻，亦都有炸蠔、多春魚、避風塘軟殼蟹、魷魚鬚等等，都會有一啲好送到酒嘅菜式嚟㗎。飲啤酒呢應該係幾夾，另外仲有冬瓜盅、龍躉兩味係188蚊，又或者有水魚煲、乳鴿都幾抵，38蚊一隻。蒜蓉粉絲蒸扇貝4隻呢係88蚊。之後就有啲正常價錢嘅小菜類，都俾大家參考一下。自選套餐298蚊，先揀一款海鮮，譬如有蒸扇貝、涼瓜龍躉頭腩煲、豉油黃海蝦等，再揀一款燒味、燒味拼盤、燒腩仔、乳鴿等等。最後揀多2款小菜，譬如有海味魚腐雜菜煲、客家酸菜炆豬腩肉，又或者係菠蘿咕嚕肉等等。即係唔使300蚊呢，就會有4款嘅菜式。如果中意食海鮮，可以參考下呢度。譬如上湯焗加拿大龍蝦，加咗伊麵底，係每隻呢198蚊嘅。燒味就可以參考下呢個。仲有其他嘅小菜。我哋先叫咗只係10蚊最抵優惠嘅餐。要咗蒜蓉海邊蒸海蝦，海蝦咧都好多隻啊，蝦就唔算話好大隻嘅。睇到上面佈滿咗蒜蓉、葱花，係開邊蒸，豉油咧都幾足夠㗎，而且見到蒜蓉咧都幾多，食落去蒸得啱啱好，索晒豉油味同埋蒜蓉味，都好香幾好食。好多人咧都會中意食埋呢個粉絲啊，因為索晒蒜蓉味、豉油味，最緊要咧梗係蒸出嚟嘅蝦嘅味道啊，所以粉絲咧有可能係更加好食添。之後再叫埋片皮鴨一隻，呢個組合咧之前都講過啊，係可以用10蚊換購一支大支裝嘅純華嘉士伯啤酒。嘉士伯嚟到都好凍啊！送小菜又或者一啲香口嘅食物咧，都係唔錯啊！講翻個片皮鴨，片出嚟咧賣相就一般啦，唔算話切得好靚㗎。隻鴨咧肥瘦都適中，唔算話好肥，片出嚟啲肉咧都可以食下。燒鵝咧我就覺得係正常嘅質素。餅皮嚟到嘅時候咧仲好熱㗎，而且都有幾多塊。
配料方面有青瓜、京葱同埋酸薑片，當然咧仲有片皮鴨醬。再叫咗一隻乳鴿，係開咗4邊嘅，配咗華鹽同埋茄汁。乳鴿咧唔算話好大隻嗰啲，我覺得係適中，但係都炸得幾香脆，唔算話好乾好瘦咁樣。調味我都覺得係足夠嘅，所以咧唔使點任何嘢咧，其實都好食噶啦。當然都有濕紙巾咧，係俾你食完嘢抹下手嘅。最後點咗一個蔬菜類翡翠花枝蘭花蚌，份量咧都幾多啊，尤其是係花枝片滿晒成個面啊，亦都係好大塊，咬落去咧好彈好食嘅。最緊要係炒得夠鑊氣，而且個芡汁咧係適中啊，唔會話太濃，又唔會話太多芡汁。生回蚌都唔錯，西蘭花入咗味，而且咧都幾爽口，都唔會話太過生或者太過硬嘅。好啦，今日食完明星海鮮酒家之後呢，10蚊嘅優惠餐真係好抵啊！蒜蓉海邊蒸蝦味道係唔錯，10蚊嚟講真係超值啊！加上有個叫小菜換購10蚊嘅啤酒，有啤酒飲之餘呢，又可以食到小菜。味道嚟講，我覺得係正常以上嘅水準。當然擺盤又或者環境呢都冇特別花巧啊，整體係比較地區性街坊嘅酒樓水準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條片嘅分享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記得一定要 subscribe 訂閱，我哋希望得到你嘅支持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 follow 埋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。拜拜。